文化新眼界來關心這家己布袋新運嘉應廟沖水路迎客王，到今呢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啊！這光新橋沖入水的活動是沿海地區這宗教盛事，嘛是真儕信眾對外地特別來到嘉義來感受地方真特殊的宗教特色。看到炮聲甲眾人歡呼的聲音。嘉應廟用耶所做的新橋造前落水迎接客王，後壁橋板才閣一個接一個，光橋落去王船碼頭，計用4000多位的信眾甲民眾，閣有數百尊的神明，要來迎接這無形王船的客王上岸。咱的海口遐有2隻王船吼，來到咱新運的外海，阮的大天順手應付千歲，佮阮的遊天龍宮就甲邀請入來阮廟做客。這項傳統已經有差不多200年的歷史啊。嘉義縣布袋新運嘉應廟前一度沖水路迎客王的活動，為舊年3月26開始，連續3天會來舉辦文化慶典。除了邀請民俗藝文表演以外，上有代表性的就是13這天沖水路迎客王的特殊傳統儀式。特地回來看，只有我們這種地方才有，因為就是阿嬤家的習俗，新溫的小過年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家己攏愛行一個，才會身體健康。沖水路迎客王的活動，源自新運嘉應廟供奉的22尊王爺，其中2尊輪流坐進廟內，13尊順手海域，7尊順手山區。相傳，逐當舊曆3月27王爺聖誕，20尊的客王會佇無形的王船對着海上禮拜王船碼頭了後，才去到嘉應廟來做客。特殊的儀式，唔但請做沿海地區的信仰，嘛展現出地方宗教的文化特色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